过来看桃园的长照专车，互审计处发现有部分的车辆查无基本资料，而且佫有超速、冲红灯、无定期检验等等违规现象，议员就要求市府来检讨。桃园现时有176架长照专车，负责接送做伙人去病院看病。有民众讲定定叫无车，嘛有民众讲也会用的，建议会使叫北京的长照专车。我们做复健嘛，都很固定啊，一个礼拜叫3次啊，我们固定时间，他就会固定时间来载啊。之前也是有时候会预约不到啊，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不好叫的话，就是看看可以换家，那么多家。审计处调查长照专车的管理，除了车籍的资料无写，嘛无附专车的相片这个情形。搁2023年出厂的车，2022年都已经在服务，甚至有专车登记1905年出厂。另外，有超速、弄红灯、无定期检验等违规的现象，议员要求改善。长照专车服务对象都为高龄以身心弱势族群，车辆安全的标准应更加严格，不合格的车辆不应上路。本府社会局已积极要求特约厂商以及车辆完成改善，请特约厂商的人力跟车辆清册报本局备查。针对长期照顾交通接送的服务，桃园委托14间厂商办理，包括专车144架、地狱车32架。去年计共走182076逝。消局表示讲，已经要求地狱厂商改善，未来和业者签约的时阵，会要求厂商提供自主检查表，订定服务管控甲驾驶员管理机制，嘛要加强员工在职的教育训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